随风台对咱的影响大大减少，陆海空交通今仔日也陆续恢复正常营运。不过，也有部分车帮受影响，建议民众出门进前都要注意。飞行机飞伫高架分站内底，厦门航空 MF887飞腾啊桃园机场，虽然伫空中4、4连才降落，不过旅客讲也算平稳，平安回来就好啊。我们就觉得说，哇，这么厚的云层怎么下去啊？结果想不到云层下面很快就是着陆，然后一着陆的那当下，这大家放心了。照国航空公司的规划，国内线今日会取消90班，国航线会伫中昼进前陆续恢复营运。因为国内线航班已经连续取消2天以上，有期今日恢复航班了后，各机场会进入真济旅客，民航局也协调航空公司扩大运营，各请军方支援，看情形启动军机疏运。西山因为山坡风台调整的台湾高铁，在确认沿路设备安全了后，宣布今日全线正常营运。西山暗时，高铁台中以南恢复运行，南港站道南甲左营站上北，每点钟各发出2班次的列车。在台北车头的高铁月台客满挂行李，未登去的民众，工作人员提放上头维持现场秩序，车厢内底是客家杂通通。另外，代替除了河仁到中州之间东正线单线双向通行，其他各线甲国际线拢恢复正常。因为海面风险依然真大，航空局宣布今日有14航线，总共138航次停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